啊，这个疫情的期间，大家拢来挂喙罨，挂一个久会感觉无真爽快。南投鹿谷有一间观光农园，三兄妹仔做伙来研究开发着精油防疫的迄种喙罨礼袜。啊，这个喙罨礼袜，佮设计有指南宫的土地公，甲这个台湾加油等等的图样，嘛大大来降低着挂喙罨无爽快的感觉。 因为疫情，大家规工拢爱挂喙罨，有当时啊真无爽快。伫鹿谷乡有一间观光农园，总共有3兄妹仔做伙来研究，利用在地产业做出精油，嘛开发出精油的喙罨礼袜。自己本身就有做那种快木精油、牛樟精油，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口罩扣戴上去的时候，就不用到溪头去。 吸收芬多精。喙罨礼袜只要用精油滴2滴，就会当冻2天。特别的是，这个图有当时是用像指南宫、土地公，或者是防疫加油等等。精油的味嘛改善长时间挂喙罨的无爽快。戴起来蛮放，就让人家蛮放松、蛮舒服。那进而发现说，在车上也可以把这个棉片直接点在它的车扣上面。 然后把它装在车上，那你开起车来的时候，也可以有一种在那种大自然里面那种感觉，不会说开车长途然后变得很劳累、很疲累这样。坚持使用上天然的精油，希望民众用甲健康。透过文创产品嘛，为台湾防疫尽一份心力。